台南南科的基美病院，當咧去舊年3月動土，最近當咧挖地下室的時陣，卻挖到一寡史前大文化的廢片。台南市文化局10時去會勘了後，認為講愛保存文物，也愛兼顧到這工程安全，會趕佇咧雨水期來進前，把這物件攏挖出來。工地大門關條條，無人出入，怪手頂各種大型機具攏踩佇咧原地四界點記記。當咧我剛興建的南科基美病院，因為3月底挖地下室的時，意外發現新石器文化尾期的大湖文化遺址。病院隨天港通報台南市文化局，文化局初步判斷，廢墟坑長度大約3公尺。專案小組10時會勘了後，決定要趕佇咧雨水期進前進行開挖搶救。因為考量雨季已經快要來臨，整個工區的一個安全也不能夠開挖面暴露太久，所以這部分也請這個工程單位這邊來做一些配合。但我想，因為所剩下的面積並不是太大，我想處理起來應該蠻快的。相片內底幾啊片有烏色的、毛地瓜紅的，攏是對工地挖出來的。其中這款烏龜啊，都是大湖文化的特色。大湖文化主要是分布在台南高雄地區，離這陣大約有3300年到1800年的歷史。文化局表示，南科園區自1995年設立以來，小刷發現68道遺址。南科基美病院這是屬於石頭堡遺址，你佇這發現上濟都是大湖文化物件。那邊其實一直有什麼密切關注，會不會有遺址的東西？那雖然這次出現的範圍看起來很小，而且主要是灰坑這樣類型的遺留，不過我們也很期待說能不能發現一些新的東西，或者能夠補足我們對於它的什麼聚落啊什麼之類的一些其他的樣貌的認識。基美病院開30億來去南科園區，因為知影文化資產的珍貴，來破壞去就真正烏有啊。去年3月動工進前，就請專家先勘查，時間的規劃嘛盡量閃開會有危機的所在。沒想到3月底也是挖到史前文化的廢墟坑，院方表示會全力配合市府搶救文化資產，因為廢墟坑面積無寬，對後續工程的影響應該不大。記者李新武、柯嘉如、柯昭陽台南採訪報道。